後來鄉親人5日節要到咯，農業部漁業署甲業者合作推出着鰻魚粽，甲國產的鰻魚包入去肉粽內底。小小的肉粽內底除了有香菇、糯米，還有包好食的鰻魚。漁業署進前佇咧西螺服務區舉辦鰻魚粽的記者會，介紹國產鰻魚，讓民眾有更加濟無同款的選擇。這個端午節快要到了，那所以我們在推廣一種叫做鰻魚粽。這個鰻魚粽呢，這個是非常營養。除了這些鰻魚之外呢，我們還有虱目魚、鱸魚。台灣鰻魚一年產量大約3000噸。其中9成5外銷日本，雲林閣較是全台灣飼鰻魚的所在，飼的量佔全台灣6成以上。養殖業者是把這尾鰻魚吼，把它養健康、衛生好的品質農業部幫我們來推廣行銷。5日節特別到地方基台透過創新的料理，希望讓客嘛愛食鰻魚口味的肉粽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